各位乡亲朋友、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安坐爱等阵。我是小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2009客家文化艺术节嘅热烈活动客宴飞扬擂台赛。哎呐，哇，今天呢，能够看到嘅啊，青少年朋友，或者係4年呢，後生朋友嚟參與今日比賽，一定非常快樂，非常神奇哦。係啊，大家我看到我哋嘅客家4個4樣咪可以對我哋嘅台上展現活力哦。左邊呢看到我太年呢，很多比賽哦，今日看到我4年，佢感受到我哋客家文化傳承非常嘅希望哦。沒錯，這個傳承呢，待會就可以在我們的客家小小生力軍的身上看見了。哇，所以呢，大家共同來期待今日非常快樂又鬧熱好聽嘅我哋後生朋友4年嘅表現哦。所以每個在場所有今日來參與嘅我哋好朋友都係最歡喜、最快樂、最幸福嘅人嗬。冇錯。我哋比賽最重要就係我哋評審裁判啦嗬。冇錯。佢哋佢主要裁判到底對哪一類咯？我要公平都冇公平，我好人冇咯？感覺絕對冇好人，因為4位裁判呢都來自我哋總北部啊，來自我哋總北跟大家介紹 TV， 反正我哋呢。李寶珍老師，我們的李寶珍老師呢，製作過非常多的客家的唱片以及節目哦，資歷非常的完整優秀。是的，所以現在小朋友，你唱的歌裡面大概10首就有7首呢經過我們李老師的手哈。沒有，是9首。啊，9首啊！哎呀！哇，實在的啊！好，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名製作人、名歌手，我們梁煥波梁老師。哇，昨天呢聽他唱現代跟山歌的轉音呢，害我都不大敢開口唱山歌了。我剛才老師很多籌喺下邊做評審哦。好，接下來為各位邀請到是我們年輕的非常帥氣的年輕客家歌手陳少宇陳老師。陳少宇先生也出版過非常多好聽的客家唱片哦。是的，接着為各位介紹的是非常典雅秀麗的我們吳幼慧吳老師。吳幼慧老師呢是楊梅的普星人哦。是的，哇，他也曾經呢到美國去表演我們的客家的三角採茶戲啊，哇，所以呢對戲劇打這一股非常有專精哦。沒錯，感謝我們4位專業公正的評審老師來到現場，幫我們做一整天辛苦的評審。好，今日我哋兒童青少年團體組嘅比賽呢正式開始咧。來，歡迎梯隊我哋走馬街文化藝術團。走馬街文化藝術團搶出場，然後帶來嘅支線曲呢，喊到篱笆松嘅法。
们的走马街文化艺术团带来一个精彩表演《篱笆上的花》。继续准备好了，今日来下一队。屏东县重新介绍在表演的个中山分演员。来，此上干，我为稻田。感谢我们屏东县重新结识嘅小朋友带来嘅精彩嘅表演。接下来呢，继续出来欣赏我们屏东县联络歌手带来嘅爆米肠棉花板办的中山分享。
感谢咱啊平东的口子介绍，哇！咱们一起叫，出发去马衣，风吹多么水，叫我脸上毛旺旺。毛衫一黑爱过你，爱的要爱莫来不易，好吗 ？OK。新北市有嘛个好了喂？有上山过无猫。爱的，这是爱的好高人的山神。上山就是金山，名山团托山。再来分享的呢是后位安古抢出场，也带来个表演呢，很多天空落水，热天嘅世界，掌声分享。来，朴树鼓励。
喏，好嘛？好，太奶喏，请发请喏，我起码给喏，切到太奶喏，也给黑嘛给东西呀。 奇怪东西，莫啥？嘿，怪物啊！喂，俺得按东人一枪一个人，干嘛给喏？出来啦！咦，阿弥呢？出来啦！没啦，俺听讲啦。他们唔係嘛嘅人，呀，唔對奶來耶，呀，唔按到嘛嘅咩，呀，唔嘅嘢就識，呀，他唔識，冇曬而係愛個人，愛得有愛冇啦冇意好嘛 ？OK，呀，Where do you come from？ 呀，學呢？ 呀，糖色，哎呀啊，呀哈龜了下一枝花，哪一枝花？講大意埋頭。哦，那去看嘛呀，好喎。好。請問你是啥物人？呀，你叫啥物名？呀，你今年幾歲？呀，糖是，我的有水了我以後嘛。好。發現就可以呀，唔可能。佢係小叫我媽咪，叫我小佢係出片。啊，乾脆搞一個客家話。有嘅辦法唔會炒，唔失敗嗎？抄嘅。東西好什麼？抄嘅。他吃飯為什麼？抄嘅。唔對那來耶。抄嘅。 給小朋友帶來嘅精彩表演。呀，唔慢言咯。呀。What's your name？呀。啊，你是啥？呀。人家都太戇過。哎呦，人家點嘛，太戇嘛。媽係嘅啲。哎呦，認真哦。要設計得很好哈，欣賞非常用心哈。啲動就搞嘅改到安尼，改到冇相同嘅語言哈。
哇，原来外星人要听客家话。外星人爱甲讲客话，伊能糖的色哦，搞伊讲客话出糖诶！哎呀，记得咯，所以大家好，以后啊，哎，2012年的地球啊会大变动啊哦，世界末日，刚刚的人家球当国啦吼，哎，火星上面啊，记得讲马个话。客家话。啊，无上去12本外星人踢下落哟吼，嘿，所以小朋友啊，讲客话哦，嘿，教育呢跟唔是讲客话，你教伊讲客话吼，来。稍后呢，分享到嘅呢，高雄市客家文化艺术团带来嘅用情肚子掌声分享。来了。我按到葉桂妹，大家都嫌我阿貴子。前幾日啊，我嘅阿妹都打電話來了，要做93歲太生日啊。個頭班人講啊，切羅都83話，倆我要來講我嘅阿妹嗬，切羅都93了。今日天時暗好啊，我帶子啊，要來去撞妹家。誰知啊，有翻譯嗎？哎呦，有哦！哎呦，哎呦，哦，謝謝阿妹，謝謝阿妹，謝謝。那個呀，字啊，恁字是包着笑眯眯哦，個字來笑就愛來笑，個字愛難定就來笑一場。個呀，講到兔子啊，是猜出一件難哦。一字字粒粒啊，樣得太咯！阿子啊，阿妹來霸定佢，來唱個兔子歌啊，伴大家彈下咧。娘亲哪来兔子啊，我就苦难当啊，千难出来心恼苦啊，恩该了娘啊。抒情就给了多，记住汉江呀，用得了个字啊，太呀，好娘哦，亲啊。娘亲兔子就苦啊难当，千难辛苦就恩该娘。三周情你就无话能说，周周呀呀就爱起堂。阿妹来读书睇，行路嘅浪旁有浪旁。草地過來，強怕就到阿麥莊；草地捱來，強怕會活內傷。手嘅也唔馬咁寫，人嘅也唔馬咁傷。10夜快台就讓阿辛苦，自己就愛下世。阿妹來讀書通，真將該里度就來呀個度，該里剪就來呀剪長，最好嘅鐵當就咬得痛。
腳作雞皮鞋就點地穿，天上無門就強愛上，天下無門也相愛盡。有福之人就來呀恭祝，得人嘅家就香；無福之人就來呀恭祝。得人嘅四塊餅，阿妹來恭祝，可比嘅夜公來搖鑊餅，搖得過就應該放，搖唔過阿妹嘅性命就見閻王，旨意就來下些。點點是讓身上嘅心頭血，一日來是讓的三級年，三日來是讓嘅叫啊及將，公子唔啲嘅讓辛苦，公長啲嘅讓難當，也讓石子就長江水。只想爺娘無解就擔乾床，唔信但看計河江水，流下就無流上。總係大家愛做個人子大家愛做個人爺娘，共多個有好子。阿妹就有目的，共多個不好子，枉費你，阿妹啊，容易到錯啊！再來了雷鋒啊，天啊！你是見人咯，為人咯個字啊，愛好了心啊。為人我該治療，要是唔行好啊，用辦了來誰呀嘅，來做了人啊！孟子善良做父母心，爺娘嘅恩情啊，海洋情，溫順言語來孝順，子孫的相傳就發萬金。子啊，哦，謝，啊，你子哦，唔得杜搖嘅，也係來鳥嘅哦。夾啊，轉你啊，吼，接下來問啊，會到了，那大家再見，謝謝。好嘞，哇，準備好了，哇，新北市的王爺廟，哈，王爺廟呢已經起好咯，去拍廟飛咯，來，要大家來，屏東縣豐田嘅時候來。有功大稱來新北市了，掌聲鼓勵。豐田係個好地方，香港一出客家族，後拜獻做新北市，萬福盼做長壽啊！
看，我这上有一粒子，也路是有事路，这是好狗子，好狗有好呐，莫吹强人哈，哈哈哈！熊大爱你，小你爱心，赶快带来的一丝万福。好，但是大人跟某妹，是伢总那有办福啦。冇这样，是伢总真万福。现在的落麦太娘妹，现在落新北市老了啊。好啊，来了啊！比洋基，比洋基，比个苏小米。去新北市不是臭比洋基，行两铺脚路多诶。哦，一铺脚，两铺脚，新北市多诶。新北市有嘛个好了诶？有上山过无喵。爱的，这是爱的好高人的山神。上山就是金山、名山、团托山。加油，黄山嘛！吊瓶弯弯，吊到黄山；吊瓶刺刺，吊毛丝；吊瓶短短，吊到安伦；吊瓶强强，吊到一水头。吊嘛个黄山，会唱呢去看路街。哈，路街，票价按中人价价。第一号是的，我超市给做嘛有酒，给肉也算是个好。好，路街是唔得是啦，做嘛嘅是唔得是咯？路街係日本時代做生意嘅地方，是唔得。等一下，我批到嘛嘅咪是？快些啦，係我出門去冇晒神啦，唔係係用鋪門嘅咪是，唔是叫嘅咩？金批，唔是批嘢，嘅係我哋全省有名嘅跳師傅。新北市嘅跳師傅，愛曉我。但搶的是新北市沒有金絲亭。跳摆狮子唔可以乱接的，有容易噶未开灯四楼的类属狮子诶。属狮子有，属狮子有，已经2年了呢。不是妹妹，跳摆属狮子冇输钱啦，冇输钱，安弄嘿。数到的狮子爱拿到金丝亭上，是金丝亭是很爱的爱金下狮子，认真读书地毛。读是说我有眼冇做，哈，我冇爱冇做，哈哈哈，我唔讲，你我唔讲咯，我还有小猪嘛，唔讲有眼冇做。嘿嘿，我爱认真读书，唔系学做嘛。新北市系唔系有快走门？错，快走门系3屁股架。3屁股架，干嘛我？唔系干嘛？系贵宝。咪有土狗娘家，迄个开机600个。好过娘娘给600个，怪宝啊，安尼哪错？600个保佑爱的，六出希望，唔顾何事，阿公阿婆也空天18年，故说爱等都是那种的为盼万福。感谢山国王，感谢八公。深山野抢，大家来去新北市10万户。等下，我来健康是哪有身高吗？唔是的嘞，分享大家也共大车来新北市。
去好，下年大车太家闹来了。好阳太家有喊伊老了哦。哎呀呀呀，就係咁樣嗬，口述、藝術、演出的一種魅力啦嗬，戲劇的魅力就可以俾我哋記得，哇，原來新北市有咁多好了嘅地方。這個是下戲，大家批人保證冇咩事。大批人有咩事？比人你來比，阿三條大出批，大家批人本唔批。有約嘅細妹唔高湯，眼中嘅細妹醬高湯。眾生歡迎歌書介紹出把戲來賣個喲。銅鑼打來兩三聲，叔婆婆尾，阿爸叔，大家唱點點糖，認真糖，義工也請來糖，義工也請來糖。本綠隊出把戲團，今日來到貴寶梯，唔係愛打拳頭，賣教育，也唔係變把戲叫打屁。唔係變把戲賣教育，愛賣乜嘅？乜嘅都冇賣，請賣西松肉，要賣西松肉哦。大家可能會講，見家乜嘅時代呀，樣會反有西松，冇西松嘅，我哋也西松，唔係普通嘅西松哦，冇強樣嘅西松哦，也係乜嘅西松咯。也係客家大西松，全世界最大隻嘅西松。也唔係好老西松哦。誒，奇怪，乜嘅喊到客家西松？有人啲麼？有人啲麼？冇人啲呵？冇人啲。來，我同大家講，乜嘅喊到客家西松？乜嘅喊到客家西松？客家西松就係貴松。太貴重，阿爸，我喊你未？嘿，阿伯係講人，白妹，我喊你未？嘿，白妹係綠隊人。該當然講，我爸爸客人，我媽媽客人，我唔是人啊！誒，做到乜嘅事都不，等下，唔講乜嘅唔是人啊，唔是人就會貴。貴講嘅話就係貴話，貴叫字喊到貴叫，行一擺客家人冇係你，客話就變貴話，行人稱為貴叫，講貴話嘅西松就係貴松，行人變貴松嘅，來，大家嚟跳西松，客家西松跳必死，客家人唔會是。是嘅又會翻生，叔婆婆尾，阿爸叔，一根綠隊西松肉，居要好，冇好唔是錢，大家一撒一根帶過去，一撒四根帶過去，食飯前水目標，幫滾水吞下去，保證客家唔會是羨慕情愛喲，社會情喲，一根綠隊西松肉，全世界冇耐情。綠隊有好情，喜愛共體上下嚟嘅祖傳肉，對同場帶過來台灣，恐係400年冇人買，愛叫客家一天是一根西松肉，一天我是一根鹹蛋，看睇到嘅歡迎家，仲有一根豚落肚，我嗌一講出來就會開口講客話，開口講貴話。哦，妹妹哦，開口講客話。這根是下戲，大家批人保證冇咩事。大批人有咩事？比人你來比，阿三條大出批，大家批人本唔批，貴凶哦。公婆是嚟一天會做戲，去來做戲，唔出條挨放天，阿叔阿蛋該生氣，會做戲做乜嘅戲？會做
人戲，为做后戏，一天公公生意，台台顺時，台台顺时，公公出去，一個綠隊細草肉滅下去，灭下去，闽南元帅同志假灭咧，叔婆婆妹，阿伯叔，一天聰明識幫你，买帮你就本事聪明，也一共2多錢，一多钱买一个，今本日都向外公太生意，貼皮猶太，一批犹太50算100，好啊，冇愛熟啦，无按照几后的一张一多钱，唔算佢分，也唔算5錢。梦5000好团结，今本日都向外公太生意，貼皮猶太，一共3萬元，3個4萬元，再送一粒幾個月。 3罐4本元，再送一只鸡龟线。大家窮快樂鬧，愛等嘅細妹馬上去跳舞喲，保證精彩。來，3個4萬元，什麼好唔是錢？几下包呀？給幫妹3個。给叔婆是good。大家窮快樂鬧，6對細蟲肉，3個4萬元，唔好唔是錢。我叫客家一天開始6對細蟲肉，客家書辦各家嘅好，全冇一道關咯。冇誒，冇辦過你。好，3罐4本元，大家都上漲。搶誒，冇誒，6對有9誒，客家有9誒，感謝大家，神望大家救客家，功德無量，多謝大家有閒來了。好，接下來呢，分享到我哋生日好，竹頭角沙旗嘅小朋友嚟搶出場。哎，樂意哦，歡喜，真歡喜，嗰度上次嗌住我歡喜。來了，真來了，看到我哋嘅生意，唔能出來高雄市了。去高雄市了嘛嘅呀？去看人唱歌跳舞，打這個出把戲，我係闽南最正嘅劉三妹，劉三妹呀，劉三妹，朝朝西當日條西別背呀西別背，我係闽南天然道嘅面趴板，我係細了最等你下嘅米奇板，我係頭台最台四喜房嘅嫩骨板，面趴板啊面趴板，好食，米奇板啊米奇板，按手，嫩骨板啊嫩骨板，按醬，我係闽南版三兄弟。今晡日來到一個好山好水嘅好地方，好山好水嘅好地方，唔係來買狗肉哦，我來同大家打這個搞一個朋友，該快些先到你見狀要參加。希望大家你準行，你準看，莫多莫需要留下，本來介紹行阿爸。又有四阿哥要按神氣，一有話就講小可。係啊，小可我講到好冇咁簡單，講小可啫，卡碰碰，冇碰碰就冇小可。我哋今日唔係來幫扶講小可，我哋來同大家講，好客家話新快樂，好，客家話新快樂，有樣啊冇樣。當然嘛有樣，天好教到你，我哋要上鄉土演嘅課場，欣賞教我哋好客家話，講客家小嘢，念客家童謠，唱客家山歌。有膽子嗎？有有車嗎？有那菜開始哦。我係客家人，愛講客家話，客家話說說唱唱真神氣呀，真神氣。一代人忠誠好子兩件事，鋼鐵土書，山山隔望天當看，咪咪呀呀報家鄉。張起同阿妹
爱最坏。做风3朝，当一公；做风3年，当一冬。也爱下至冲江水，志向也娘当官虫。人之初，性本善，好土树爱唔爱，娘同有爱就会。看牙爬做事，爬到八公下，挑是人的人去吧，本年又去做阿爸，阿爸阿爸，两个本爱做菩萨，菩萨一封，哈么就保住。人之初，性本善，公叔娘娘同有爱唔爱，冲山高爱最坏。19、20做一强，财发爱财没担心，桃花开来叫把哪里哦？阿爸交代有3行，一来一爱爱讲可好，二来一爱爱身体强，爱记得上来爱个用下都有。有人讲吧，肯跳台再台，人我从一过来真系5个呢，一跳困死呢。来有，大家都嘛这样讲。好，刚才就用同样的姑娘同看那能晓得么？同样的简单，空下去系绿的，湿下去系红的，练出来系有的，同一种水果。这个儿子，西瓜。错的。有米奇吧，能真有2把刷子。哼，洗手机嘛会讲到人。刚才再用一类芙蓉调红茶，再以唔是剪刀菜，虽然唔系英雄汉，不晓才够万夫开。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哦，给讲诶。错诶，米奴板上冲天，男真系天当空吊灯笼。用诶。讲米。来有，大家都嘛这样讲。题不卡阿公也摆同俺哋讲，青岛地方嘅老师傅话，有买冇假做条摆，唔咩说番薯就系赞助菜，也报了好时候冇天报，系嘛？那块叫当做垃圾药来谈。也是在冇相同诶，有爱加米奴做，有头。条摆有一句话讲，你买煮种田，梦梦煮种野；你买煮种行，梦梦煮种山。爱来讲笑烟，爱来鸟同样，爱来冲山高，爱来团娘诶。地好卡，地好卡，好阿达巴亲快乐，好阿达巴亲快乐呢。吕家、总真呢，钟明好、杨福明，杨阿平、祝福大家18年，生意卖点又卖地，有喊张爱民农做调味料，感谢大家。好，大家吧，真快乐哦！哎呐，哎呀，好有啲米奇版、面趴版，哦，还有俺的嫩骨版啊，真会讲呢哈。上兄弟要按等一下哎哦。呀，讲得还真不溜哎哟。好嘞，接好嘞，有请俺咱俺的姚慈慧。来唱这场而带来嘅歌曲，好的，票上爱大兵总来，上掌欢声欢迎。迎。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
就像家有迄抹非常流水啊，光阴似箭，咱地对长春切莫来浪费。后生爱家家，伊春光阴，伊春金，春金难买春光阴。后生了事，不代表落来悲伤往悲时。时间机一分一秒无定义，就像家有迄抹非常流水啊，光阴似箭，咱地对长春切。咱地对长春切莫来浪费。后生爱达标，后生爱达标，什么样的瑶池会小朋友带来的精彩表演？系青春莫浪费，超神爱达标，十蚊来冲神果哇！来，接下来呢，有请我哋好嘅林品瑜小朋友。带来嘅很多杂茶水妹幼稚園嘅哦，等一下哦。嘅細妹唔高湯，南中嘅細妹長高湯，可能花細要嘅窮，相愛從中唔是來得吧。會聽潮，會出發，會闖山崗，會打山旁，來在龍中。
谢谢我们5号林品如小妹耶。谢谢。好多人来唱俺的客家歌吼，冇唔错。只介好多人介便宜来，等你学唱山歌，曾经这个全客语的这个教育，就今天狗友版里边。有一年，我听阿弟来讲看田，来了一个太欧巴，一个太欧巴，一个太欧巴，百岁富昂面笑。go go go， go go go， 天空了。来，接下来呢，请到我们8号的张玉文小朋友，也要带来个歌曲看到。把书下来种上过嚟。
做我嘅生妹耶，就像个门前花，来来去去，唔知几多少。发苏哈。 法苏哈，你是唐公吗？法苏哈，可以個明明嘅法。法蘇哈。 有一件人生點咩？法蘇哈，有一件老師傅哦。法蘇哈，你是唐公嗎？ 法蘇哈，接下來就連到我哋叫好位。謝嘉雲小朋友帶來嘅歌曲，喊到太藝術性嘅眾生歡迎。掌聲鼓勵。 講寬田，有意義。我聽阿弟嚟講寬田，來了一個太歐巴，一個太歐巴，一個太歐巴，擺出一副歐面相，一副面相，一副面相。
山的人家，鸟个山啊，鸟个山啊，鸟个山，好，来笑哦，来笑哦，日日嚟唱海龍王，來呀來救命，來救命，來救命。梁王呀，梁王呀，跟着你，跟着你，太來下邊開槍來粗腰，來粗腰，哈哈笑笑哈哈，從此後可以快快樂樂來過年。到車太架。哈，安讲安讲，俺的美人鱼吼，哇，唱起来真好听呢吼好。嘞，接下来很多领导俺的4号的李淑媛小朋友唱出场。哎，李淑媛。好下花，哇哇哇，先生講愛白金花，同學要講好落花，上課要唔愛桂花。好下花，哇哇哇，人要輕愛好下花，路卡來講下架花，下課要講下架花。發動發是發之家，共同共是共下花，家家要笑笑下花，台上共出下架花，哈哈哈哈架花，阿妹花哈架花，哈哈哈哈架花，大家來共下架花。好下花，哇哇哇，人要輕愛好下花，路卡來講下架花，下課要講下架花，發動發是發之家，共同共是共下花，家家要笑笑下花，台上共出下架花，哈哈哈哈架花，阿妹花哈架花，哈哈哈哈架花，大家來講下架花。發是發之家，共同共是共下花，家家要笑笑下花，台上共出下架花，哈哈哈哈架花，阿妹花哈架花，哈哈哈哈架花，大家來講下架花。到車太架按姿勢。好，什么俺的4号的李淑媛小朋友帶來精彩的表演。好下花哦，当来，接下来呢，有请俺的12號
吴英瑞小朋来友抢车场。啊，农家乐，众赏鼓励。哇！好，什么人的提示以后，吴英瑞小朋友带来个农家乐，等等一下哦。细路啊，白个吼，真是嗰种做事做个教养的咧。等等你嘛。系，上去接唔得下去。凡事老命运无相关，唯有方向总有理想。在变分银块，关机嘛个摇动，将机嘛个风浪，人生为行个路还漫长。
是境外坚强，凡事老命运无相关，唯有方向总有理想。有嘛个好有理，有嘛个好心魂，不以穷求在变本人看。天气嘛个摇动，天气嘛个风浪，人生为行个路还漫长。你不是烟囱烟洞。风浪，人生为行个路还漫长。人生为行个路还漫长，在变本人看。好，谢谢我们13号的梁慈。今日很多人生日咯，大家叫我推廣生日快樂哦！伊都生日完啦，拄好18歲啊！伊講各位見朋友啦，伊去做唔得再參加上少年組呀。哎呀，這個成人組了。啊，所以最棒的哈，哎，這個生日哈，個有飛你嘅生日哈，沒錯。好，接下來呢，邀請到我們的第14號曾博宇小朋友來唱出場，演唱嘅歌曲喊到《三國志》，眾賞歡迎。三國了愛那
梦。好，什么样的提示是好？真博有小朋友带来嘅精彩演出咯。哎，三个字冇简单啦嗬，哎，呀四四阿妹四阿妹會創人嘅三個嗬。來到故鄉嘅西河邊，總會想起東久以前，沙漠農田一切不變，只流水沖走童年。左右面真沙個邊不出為輕。蛤蟆分家啦，將情家要奶沙打七八，幾條河巴，就係愛嘅天下。左右面真沙個邊不出為輕，蛤蟆分家啦，將情家要奶沙打七八，幾條河巴，就係愛嘅天下。好，什么样的提示是好？林香有小朋友帶來嘅河河巴。啊，看到河巴，想睇到河巴，想到河巴，係覺得河巴呢？河巴係攞緊嚟嘅。河巴啦，嗬，姑姑哎，嚟，接下來有請嘅呢，叫咩最尾，嗬嗬，19號張馨予小朋友來唱出場，演唱嘅歌曲。做人客。做行下做做下，拜沙班拜做店，李勝權他都是，李巴哈菜千多，電量化做遊戲，番薯也醬
什么人最美一位19号张馨予小朋友带来嘅周年客。哎呀，欢迎大家今日呢对啊，错对啊，周年客共同来谈歌的哈。今日我哋所有比赛嘅表演都对啊哈，结束嘅，结束嘅哈。哇，请大家休息下来，聊一下来哦。接下来呢，嗰條我哋邀請我哋評審哈，嚟講裁判嚟講公平。啊，接下來呢，就嚟馬上嚟頒獎哦哈。哇，緊張嘅時間就到位哦哈。接下來做乜嘅啊？頒獎嘅。啊，接下來頒獎嘅哈，人講台上3分鐘啊，台下就10年功哦哈。他講呢哈，按用心。按認真的練習，然後根本日哈都要表現，等下呢就要看到乜嘢能夠得獎。不過呢，今日能夠上台就大滿當真，大滿不得了，睇到人欣賞過，不論4年呢也好，18歲嘅我哋阿妹呢哈，能夠上台就冇簡單啦，係咪講所有表演者掌聲鼓勵下來冇？我哋客家小歌小妹動腔哦。誒，接下來我哋就嚟頒獎嘅哦。首先一班呢在我哋青少年兒童團體組，第3名得獎嘅係在乜嘢啥？第3名是莊敬國小的小天使。哎，莊敬嘅小天使。第2名得獎嘅係在乜嘢呢？第1名係喺屏東縣的聯絡國小。恭喜我們屏東縣聯絡國小小朋友。得獎嘅我滿意啦，冇人咁講藝啦嗬。會緊張咧。都得滿意咯。得獎嘅係在屏東嘅豐田國小。屏東縣豐田國小。好，接下來要為你們頒發的是口說藝術大嘴鼓。來，口說藝術。另外呢，第3名得獎嘅係，我冇乜通數嘅，第3名係多少？屏東縣豐田國小。正好。愛身上有一兩隻，也路係有色路，嘅係好叫子，好叫又好呐，冇吹唱人哈，哈哈哈！熊大愛你，熊你愛心，熊太奶奶的一絲萬富。哈！第2名呢，我要上去唱歌啊，高書國小。高書國小。嘻，來做戲，唔出條愛放棄，阿叔阿當該生氣，為做戲做乜嘅戲？為做人戲，為做好戲。一天講順意，台順時，台順時，講出戲。最重要嘅第1名哦。第1名滿山哦。會緊張哦。會緊張咧吼。是冇人唔錯。都在滿意咯。屏東聯絡國小。氣沖沖的愛家，沖要茶，人辦法也人辦法，大班阿妹笑哈哈。都在滿意得獎咯，看看你欣賞公布啊呢，第3名得獎嘅係。曾博瑜，
声薄语啊，苍山国色阿妹耶哈。三个流爱那冲啊，天爱流来破那。第一名得奖的是谢佳云。谢佳云。小朋友，有一年，我听阿弟来讲看田，来了一个太欧巴，一个太欧巴，一个太欧巴，摆出一副红面相，一副面相，一副面相。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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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第一名得奖的是曼莎龙。挺紧张哎，我替他紧张哦哈。是啊，好像我得奖了耶。真的，来，跟着来。张玉文，张玉文，法苏涵。法苏涵，你是糖果吗？法苏涵。各位家长跟先生，已经安尼参赛所有的小朋友啊、大朋友，各位家长啊，真是该感动，该欢喜。能够呢，对下2日担任要主持的节目，可听到按好的安尼客家歌曲，看到安认真的安尼表演之后，不然人感觉该感性哈。冇错，今日吼最辛苦的按洗哦，吵到最面呢。嘿呀，感通哦，安尼高雄市呢客家文化推广的用心呢，提今边要看到的。甲今日呢2日呢，安尼比赛呢非常圆满成功，非常感谢，最感谢就安尼。推荐 CV， 安尼呢评判欣赏，在场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今天的10位评审老师，谢谢谢谢。吴友辉老师、陈少瑜老师、梁焕波老师，还有的李宝珍老师。是的，最后呢，我们非常感谢就我们公司客家 VNF 所有的工作人员来副组长带领我们所有的工作团队。市政府客家事委员会的用心办理这样子的活动。是的，那最后呢，我们要感谢所有的我们的 DJ， 以及我们后面的工作团队，这是我们的承包厂商，谢谢你们，谢谢。苏涵，有一个老师傅哦，做过个蓝山，做过个。